就經常可以喺前面。世界腎臟日暨第6屆嘅香港腎臟日嘅主題係喐多啲，係行多啲，身體好咧，健康無價寶。咁不如咧一齊享受下我哋嘅係叫做 Beautiful Sunday。心揮健全翻拍，It's a beautiful day。大家都好清楚咧，就做運動就會健康好啦。咁做運動就會腎臟好咧。其實頭先咧，阿雷主席幫我哋咧就將佢聯繫咗上嚟啦。血壓啦、糖啦、脂肪啦，咁呢一啲咧就其實咧就會係其實腎病嘅一啲高危嘅風險因素嚟噶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做好運動就可以咧，其實係保護到我哋嘅腎臟健康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哋會有千人操啦，又會有陣間嘅任你行啦。咁咧就行路最簡單啦，可以咧係隨時隨地都做到可以嘅一個健康嘅運動。咁再次咧，我就係衷心咁感謝香港腎臟基金會啦、香港腎科學會、香港腎科護士學會。咁咧就係多年嚟咧係不斷嘅努力咧去推廣腎臟嘅健康嘅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人生得意須盡歡啊嘛！當醫生講啲嘢，聽日先算啦。誰知返工要緊，時常忘掉喝水，可知足令我的腎虧損，當初多嘅自然吸收多了毒素。OK， 兩位阿頭請上台。今日咧風和日麗，係一個 beautiful Sunday。咁咧就與有榮焉嘅，同大家一齊咧，希望可以開創到有個世界紀錄。好高興今日咧有機會參加呢個活動，同埋咧我好開心咧見到有好多醫管局嘅同事今日都喺度嘅嚇，係非常之熱鬧嘅一個場合。我哋有請一位嘅朋友上嚟啊，佢就係物理治療師啊，張偉玲姑娘啊 ，Cora 帶領我哋咧進行啊5分鐘嘅千人操啊，請各位全體要企起身啊嗱，我哋一齊喐塊飛墊踏過去嘅，係啦，落翻嚟，擺塊中間，另一邊坐低，雙手交叉胸前，慢慢劈劈向後向下坐低，再嚟多次。坐低，翻嚟，呢個練到我哋大髀前面同埋內側肌肉同埋臀部嘅肌肉嘅。一次，好 ，very good， 大家都做得好好。持原狀，係，哇，好緊要啊！舉起你雙手。整個大 V 字，哇！係啦，好壯觀嘅場面啊！現場共有1060人參與，成功咁樣創下咗呢項世界紀錄。多謝晒現場每一位，俾啲掌聲自己。好嘢，呢個正選你有份。晚上和清晨，可挑戰急步快奔，斬心肺。